收看《后山泰山公》，有花太家公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长阿忠哥。你说想讲么？有个人啊，一生人顺顺利利，不过咩有人係財媒通人嘅代表，所以佢飯本飯更多，連嘅水本水曲多，行出門本菜創多，讓為安水呢。今日我就請到50後生人老大家傾下來分享，到底佢哋係幸運之神，也係財媒通人嘅代表，眾上歡迎。首先老大家叫嘅係阿志怡嘅。大家好，我係非常幸運，第一次電視劇就係台北高速嘅志怡。希望喊敗金鐘獎，看到唔拿獎哦。我問客家電視台。好啦，第個老大家小嘅係李家嘅。大家好，我係接送啊，本條係多多嘅李家哥哥。我吹到條嘅可能係挖洞一條，那係掉掉嘅。真見要同咧。哦，第三招老太這個小嘅係白鉗啊。大家好，我今日唔係裝白鉗哦，我係潤白鉗，因為我幸運。可能你掉嘅。好，謝謝白鉗啊，從上歡迎。好，謝謝。第四招老太個小嘅係阿燕妹。大家好，我係暑假用副腿地度一下茶，我暑假就會爛鐵咧阿燕妹。爛鐵，真件當水咧。最尾老太個小嘅，你唔知係財媒通人，也係幸運之神阿小虎。大家好，我係從叉酒樓錢包嘅個鎖匙。用啲伏卡度，門一關起來就發現都冇帶到嘅小鳳。哎呦，真見動擺台嘅小鳳嗬，加油講到我回想一下，唔知㗎係幸運之神，也係財媒通人。先想一下，這時節，你知道嘅誰是出體驗到底有按誰嘅事情麼？佢自己先來分享一下。有我嘅誰是出體驗，可能你唔係出體驗，我係印象最深刻，就因為我細細嘅時就親愛，雖然一下。你冇一個，就親愛，古時候愛細細個就非常愛嘛，咁樣子非常愛就會親生人，會將本人衝到，因為本人衝到就親娘衝，係嘛？了解，因為我從他看唔到。好，我唔會插佢。後來我有一班喺啲幼稚園，向下睇出㗎，出去了戶外教學嘅時節啊，你呢就去個中正紀念堂，就向下全部攝下來翕相，翕相了後呢，翕起來，大家就親歡喜，就鳥說啥耶，這樣散跳了後呢，我就本人衝到咧，愛在衝到了後，我嘅頭啊就衝到個中正紀念堂嘅厝位，是不是咁樣誒？一隻孔誒流血。然後本人送醫院，係認真嘅。有按水呢，唔過我老唔講，佢檢房嘅事情唔單止，佢裝白鉗，當有經驗，佢跌到咩流血係麼？哎呀，真勁哦！我個故事哦，咪講到係有時間嘅故事哦，佢係我體熱白流皮血嘅故事。因為吼，我唔知我有時間嘅欣賞，唔知佢係哪邊冇上腦係麼？真經咁奇怪呢，佢老教師地圖哦，全部嘅做個哦，拍成弧形咁樣哦，很愛到當背後行行跳跳搞玩遊戲，沒有玩遊戲跳來跳去咁樣嘅哦。我用按個欣賞嚇，係啊，咁奇怪哦，啲做空跳跳飆飆。按個欣賞。佢我哋唔知啊，佢識冇上腦啊，係啊，我就上腦啦。咋個咧？我偏偏嘅嗰種吼很過動啊，跳跳通通嘅小朋友啊，冇死掉嘅小朋友啦。線上冇看到嘅時節，啪！起家哦，我正面投入大地的嘅懷抱，砰落去哦，哦，嗰兩陣我痛到會死哦，咁我哎為乜嘅按到小朋友使用嚟砰落去啊？我感覺吼，哦，可能。哦，我掠下皮殼冇按冇按燈，冇拿燈哦，係改眼鏡。最好是這樣，我知道唔係啦。沒有。真見當所以唔過屁股唔拉燈冇相關，你下去聚財是做的。謝。按你想是做的，你下嘅屁股清好，做的聚財，你下穿錢多錢嘛吼，什麼嘅事情嘅欣賞。好啦，談過嘅李家家有講到，根本屌絲獨到，很用版哦。我細個時節啊，出東校去嘅市場茶，咩係我東城嘅事情嘅，佢去市場茶嘅時節差唔多去10分鐘，吼，我想講奇怪，我數眼我小咗兩點喎，結果一看就本屌嘅事獨到咧，係喺個動態又要無
蒙拍拍用啲嘛，我就想讲啊，因为哎呀，这个奶卫生纸戳下咧，还冇相关，继续来去市场查，去冇想到2分钟，又有一条的事，又到哪个数号，我就想讲。条的迄自动爱冲4公冲油黑咯，你可不可以停得嘢啦？冇人知啊，係啊，你想講佢沙凍嘅啦，可能佢愛藝啦，嗬，較中意藝啦，嗬。誒，真見佢沙凍嗰古早自己做嫖機，啱補條得錢嘅多。啲阿爺冇嚟跳吧要水絲嘛？其實條擺嘅事情我已經動到都唔記得咧，我自家知道嗬，安流水係一線之隔。冇，你全部係啱。先講嚟講，譬如講嗬，嗰細時節上體育課跳上搖嘛，結果一跳，我腳竟然屈到偏到啊！佢先生就講唔使揸速送啊，我係真件啊，本然烏機呢。還有個條擺啊，動口表現要冇，佢先生就話講，我問你同佢拿包袱，嗌，結果佢就排到。啊，先生就講唔用按用做式拖棒按用咯，係本先生誤會。真嘅，先生根本就冇愛你啊！真嘅用按用。因為佢平常嘅印象啦，對先生嘅印象。有溫養的孩子啦，還有嗌體擺交朋友咩？嗌寫成可能啱唔點用嘅交朋友咩？嗰時候要同學超嗌去交嘅溜滑台要嘛，喺用歡喜，跟嗌朋友同嗌講冇一本結交，係講好，係冇一本結交，結果出本先生嘛。也應該係智商嘅問題。因為唔該安流水學藝一下，我講一件事情，就喺條擺有間散劈球要嘛，躲避球，一片起咋，動往起動到，跟住整件喺本人鬧嘅哦，就按用球跌來跌去，人家就走嚟走去，嗌嘟後就從個動往行過去，忽然間嗌就聽到一隻聲音，哦！一叫就爆，跟住就按用不偏不倚，就打到眼面。也很聲音也沒懂準的，你看差唔多，很多人但聲音哎。唔記得開藝一聽同埋聽你兄弟父母差咧，係啊，嗰個從幾樣時到日下藝下都懂講橋嘅，誒，真嘅，對，懂通誒。唔懂。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草蛇。係啊，藝老唔講嗬，你喺本人嘅得到橋，你算好幾十年，轉嚟得人啊！咩我記水下，我咩轉得人，因為細時節較高頭，有冇？我要攀哦。我同學不對1樓咩嗬，留嘅籃球咩嗬，對1樓跌下上來跌到3樓。我嗌我講唔得，所以講。我見啲3樓咩嗬，我投籃，嗬，然後呢，幾項時咩嗬，咩上嘢咩嗬，條太路徑唔行啊，佢就對我一路線咩嗬行下高，咩唔掂馬上按準，咩叫用可能。你係咪同佢講啊？跳上嘢，行下高起咩個地下打球，做乜太去講得嘅？小興，跟球係對一來咩嗬，一跌到咩嗬，竟然對一背，一球係對一背，結果咩嗬，佢腦震盪，啱啱唔知按洋葱點啊？裡面講嘅係躲避球，喺籃球較太亮唔對喎，較太亮。那個重力加速度懂踢，啊，結果咩嗬，幫我把盤都是他溜皮骨啦。哎呦，係啊，除咗了以外咧，還有我諗講，從個坐公車有冇？坐公車條擺冇按到開，我投那個人工搭嘅嚇。結果按你算得出來以後，個人工嘅最低就50球嘛，嚇，迄50球咪嗬，溜啊出來佢起頂咯，啊個門關起來，個棚咪細細，嚇，個還有樓台嘛，2階樓梯嘛，個50球就起頂，按你溜2階樓梯，按拄好對個棚嘅溜出去，真係當衰。個司機要看得挨，按你。就叫我看你碰誒，然後嘅50球溜出去，我看佢看挨，一個投錢。真見當對咧，唔過你講到咧學生時節咩要當到嘅誰事情係咪？誒，阿師妹嚟講下。係要，因為你過節嘅時候一定要做乜嘅春日裳，嗰陣你做春日裳嘅時候，為父節乜嘅頭誒你嘅接頭嘛，有時嗌咗留錢開皮，誒你講下頭嘅接頭，誒你錢煩嘢，頭接頭唔頭接頭。誒，我冇看過嘅講嘅接頭係按煩嘢嘅。誒你錢煩嘢，因為你大概都錢好講下頭接頭，你看下頭接頭，後來誒你就利用3年講下就溜，哎呦就綁起來，給接頭。腳嗰個 Q 踢，利用3年 Q 下。從嘅
那个流出来就嘟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跟这桶底不会震哦，全部都兜出来，没强强，跟这头没 Q 用，咚流出来。全部都流出来，流到你后告跟那个大楼的大厅给片，看它全部都进黑。后来那个有一 set 黑吗？没了，俺就用树啊，大枪树了，大枪树，吃起来不用力，我哎，你还搞个嘴？哎，唔好讲咧，仲有花面，仲有梅头，都有味道。哎，唔但係係然後接同有動態關聯嘅，還有黃小鳳但係知道啲都唔係怪我啲學生嘅，學教嘅肚直痛嘅地方真係有問題。青葉，嘅研究所呢嘅體內有嘛嗬，那係講嘅大粒嘅嗬，嘅當盤呢一層油啲嘛，譬如按盤啲嘛，嘅全部糊嘅。我有一擺因為佢喺度直痛，我喺食飽飯我留嘅盤咧，唔係食直痛啦，我留嘅盤咧多嘅直痛地位啦嗬，叫我行咩嗬，我行到嘅路我遠遠就看到咩嗬，其他成件行到嘅路咗嚟跳一下跳一下。我跳下，叫我肯定已經跳到了哦。我行過去，我咩跳咗？叫我眼冇跌到，如果我哋重心不穩，我哋飛下，我叫我是數空拿嘛，幹什麼？練功鞋，我跳一下，我練功鞋就往前一丟，跟按度不偏不倚，跟對正頭還有差不多2公尺，還3公尺哦，就按度就動。就兜你皮咧。跟我練功鞋就進到直通地啊，嗰啲。跟主委很帥，我覺得主委很帥，你係啊。唐園有冇按好笑哦？要好笑要好叫，觀眾朋友愛聊下閒聊一下，等下再來繼續來談，聊到後生人到底到各種世界又發生乜嘅當衰嘅事情了。睇架車對我嚟講，唔見到咩要條旗我都拜。哦，忙十8歲就開始騎車。條旗我都拜，技術唔係一號啊，要騎往踢太爺才過來，跟安全帽咩踢太爺。結果啊，蒙除過嚟，跟安全帽就帶到眼目子，那就太嚴重了，跟剎車嘅一剎就摔車了。按快咯，太按快了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岸現場嗬，家滿到大家喺細時節度過嘅衰事情，你下自己留大家分享啊，做學生嘅咁強樣按衰。有，因為我嘅想法非常的澎湃嗬，非常嘅衰事一猜頭，非常嘅衰事一太大嗬，因為我貴重嘅是，你這種事就喜歡同學之間就會打打鬧鬧嘛，你好喜劇嘅就千杯用嘅你嘅腳去踢人家嘅食物，哎呦踢，哎呦。好，跟我說你有一擺就嗌個同學記到你2、3人出去幾片出去打追鼓，我就看好幾三個師傅，我想去踢個師傅，我就行2步，我個腳就拿起來個腳咧，我就踢過去嘅時，我膝蓋就綁到咧。綁到。大刀嗎？大刀嗎？結果也應該係拄好偵查嘅一時咧冇踢到啦，佢就大刀嗎？古時我就感覺講好。我聽人家師傅做嘅，唔過係信號嘅企理嗬，那麼喺世界係自曝其短。冇唔錯。冇啦，真嘅那個壞事唔好做，所以擺就會被受懲罰。真嘅。嘅各種時間咩叫做按衰？誒，家下喺貴種嘛，你還有各種，因為貴市嘅貴種講都有嗬。你東風牌。各種嘅時，因為嗰陣時你學校就會比賽嘅啦啦隊，嗰陣時你就規定講，大家辦紅都一定要有人去台北去比，嗰陣時我就請好去台北啊，就有啲你15歲吧就去台北去比，嗰陣時你係特別搶先生來搞你啦啦隊，先生就講4每年一定要號碼界就會 flyer， 就會本人帶上去啦。本人帶上去嘅，本人帶上一定會好呀，這東西就錯嘅。有一班人就練習嘅時，就本人嗌嘅同學寫來同學帶上去了，嗌就有啲慌神了。然後就冇人講，戇踢，唔係冇人講，我哋上到那片去嘅啦，一定會有人講吧，因為你自己係非常富雄嘅聲音嘅，嗰陣時嗌就戇踢咧，因為帶上去了，你會變成啾，哎呦，原來啾會上癮，就再也沒有回到地面了。嗌就戇踢了，嗌就吃嘅。哎呦嘿，嗰陣時嗌嘅細來同學就會接定嗌啊，嗌要吃嘅下來嘛，吃下個嗌就踏到嘅頭，
给你条两片啊，有条问题吗？有抓的啦，不抓的吼。就指甲本来踩到那个痘痘，别提，不要太34很痛哦。 34集抓的全部别别提，我唔知了，迄5歲，行喺同學水。叫時間講，我嘅叫要對學咗嘅感覺，嘅其實知道人叫惡咗啦。那個膿啊都流出來。冇得講你係體育方面，佢呢個頭髮脫樹家下咩按水係冇？我吐出的時間有一些些的時候，有啲貴少嘅時節，係我水水的時光。就嗰時我記得我食煮的時節啊，有一年吼，我就忽然之間我想到。阿妹愛，我唔記得洗床盤嚟點嘛，即係從本嘅床盤，嘿，從本嘅床盤還記得食咖喱哦，還蛋糕，還有一點飯店嘛，哎呀，我就唔記得本阿妹食的，我就想講啊，天哪，阿妹愛，迄個等下我拿出來後，聽出動粗啊，韓國呢我就想講冇相關，拿出來嘅時間我就點點的去洗好咧。唔過啊，因就先生，我以前老外就講，那嘢團水啊最厲害，就先做嘅是總班嘛。但冇想到捱到最厲害，唔過捱到最厲害嘅時候，聽說東東因為先看案例嘛，嗰時候我又唔敢去洗床盤嗰啲嘛，我就家家先去總班，先撈翻總男人嘅，總男人撈嘅黃黃嘅部分啊，全部檢過去冇一回事，結果呢就去家點點的拿到做檔。點點嘅說槍槍，冇一件事情發生。運動太重要哦。談到我就3隻眼上去盤咧。可能咖喱，冇錯。冇談到了，白camp頭擺讀書嘅時節，敢有安塞？有啊，咪凍水啊，因為我高中讀嘅係政大附中，我嘅學校最大嘅特色是唔是着制服、冇圍槍，所以讀高中就入白，我想講差唔多會畢業咧，我啱啱做過乜嘅瘋癲嘅事情啊，就個翻牆係冇？冇圍槍乜嘅，做乜嘅沒有翻走出地就好。行出去時候咧啊，所以我直接行出去咧，我想講我要搏課啊。翹課是壞小孩該推標啊，我要走啊，想要做一次壞小孩。所以我補課到上課嘅時間啊，因為我嘅學校到上檔，所以我要行到上下，想講去剪條那麼，本我嘅同學一個 surprise 咁樣。後來我問我嘅同學就是那些已經有翹過課該種嘅同學，問前輩嘅意見，我喊埋嘅路長安全，所以我問嚟之後，先嚟一條當安全嘅路哦。結果咧，剪咧我嘅跳那麼之後，我喊出法人，哎呀，我看到馬莎咧。我看到教官、校長、高中，因為我個學校凍死，因為凍到是有200人，所以佢看到我是年輕人啊，佢啲我係馬莎，佢說誒，你用班到兩片，我講哦，高中哦，凍嘅冇看到你咧，我畢業凍嘅咧，我兩下到政大啦，三下嘅政大讀書啦，你強人安然到呢，還有兩下大學嘅報告凍難咧，冇像高中嘅強人輕鬆咧，好高中堂到還勉勵我講。你辛苦咧，加油哦！我本政大附中驕傲，哎呦，我是安全就專業咧。厲害！嘅故事就誒，跟亞路行道，真因為堵到貴。你這擺就堵到，唔過唔但將你誒嘅高頭喎，高潭子。咁啊高頭就矮啦。係啊，就係啊，唔是堵過高幹啊吼。唔係，嗰時用嘅點啊？因為學校咪吼要練早功，最後要下傳堂食早餐。因為學校咪吼，盡量冇一本學生嘅訂外食，好訂早餐。我食完早餐了後咪吼，就經過看到一個學弟，2歳就開始打拽鼓嘅，我咩唔知叫我做乜嘅，好，佢就見綁定我陪佢打拽鼓就操嘅，結果暗度吼佢都係訂外食，佢訂早餐，跟送早餐嘅阿姨咪吼就攞早餐送過來，你係勇士，高個人就出現咧，你講啊黃兆峰。因為我係師兄幫你做到。唔係，就較有心。老闆師啊！好啦，你畢業了啊？
冇啦，係呢啲好高地方係咩嘅？我見過，但係嗰個介紹啊個，喺講咩學啊？然後個暗度好，係看到人打在鼓，因為暗度好嘅阿姨要送早餐來，因為暗度好人要來啊多，阿你以為師母教佢個，走去鬧處。見到相信係啊，假使係教官，係咪唔相信啲桂花嘛？桂花咪唔會相信。我有暗度好啦。係啊，真嘅冇暗度好嘅事情。阿爺咪頭擺讀書家下要讀過嘛，該係衰事呢。我將我國重要嘛，因為我唔想我通我學期地度嘅學教，我就是選嘛，可能 A 學教，可能 B 學教。我爸爸就同我講啊，唔知家選，可能我通哪件？我講我就選 A 好嘅，因為有變數，有人數天來，可能較強烈。我就按樣清菜就選嚟 A 學教，結果我就去到地度讀到壞朋友。係啊，嗰時候我就因為樣又轉到嘅垃圾動作嘅學教，唔過我舊嘅係好朋友哦，到一下都係有聯絡嘅姊妹盤。嗰時候我國中就按樣，還有高中樣誒，大家絕對冇得學，唔見到咩要調氣學多擺。哦，忙7、8歲就開始騎車。調氣學多擺。技術唔係一號啊，佢騎風踢太嘅才過來，跟安全帽咩踢太嘅，結果啊風吹過來，跟安全帽就帶到眼目度，係都太嚴重嘅，跟剎車嘅一剎，就來鐵了。我唔知道就摔車了，就按反應，按快咯，係按快啦！嗰時候嘅樣唔敢同屋企人講，係同屋企人講樣係去當嗰嚟講當場嘅台牌跌下來，翻下來。係按樣嘅，要按動啊！係好，係呀，一天都動將會讀過，就係打報告有嘛，下動到文書，後來同朋友打題咧，結果沒有存檔，沒有存檔，哎呦，天哪，係。快啲關機宕機，阿妹哦，全部唔見，佢重新打過，喊啊咯，真嘅。見每一版本嘅水船台北。跟黃生喎，頭擺拖去叫學人，還有其他嘛嘅水事咯。一動作就有，因為每天盡量唔係鼓勵學生誒，啲就寢時間還要食宵夜。啊，跟黃生啊就頭頭泡嘅泡麵啊，嘅泡麵係早麵，啊早麵唔係話有嘅調醬料嘅包吼。結果你阿勇士咧，輔導講，都嘛哎呀係唔爽噶啦，泡麵空起來。多天色啊！哦，好，見唔啲個我頭頭泡麵點嘛？我就想我好啊，喺我多天色，我多天色，反正點下做得食就好嘅。叫我多天以後進來咩？我就全部嘅調味包，我將個調味包掉嚟去，我跳緊張嘅，看到輔導咩嚇，就留嘅調味包往那垃圾桶一丟，結果佢係兩天色，我要留嘅天色叫佢變低去嘅。真唔記得咧。嗰時候我喺泡麵就冇椒啊，就你真嘛？啊，冇法通識啦，即係叫乜嘅都冇啊。係唔但係係動到時，我出隻冇係得睇，係要對嘅發票要嘛。抽獎嘅哦，要抽200塊哦，我係不用變順，幾百係抽2種400塊。結果咧對動到冇抽獎嘅咩，我就包起來得睇以後進來咩？我誒，嘅作項用嘅存去種點點。我看下幾種咩冇抽獎嘅啊，幾個加2種抽獎嘅對起來咯。夠晒，用用得睇咧，佢用唔係得睇咧。青草得睇東西。全部喺我自己包起來，拿去得睇咧，唔點啊？係啊，錢就唔係冇睇。你係咩水咧？係懵啊？你冇自己講嚟啦。好啦，大家講到吼，就係讀書時節發生嘅衰事，唔講咧，你話到唔出沙飛，唔可以講讀到衰事，因為身經百戰，戰過5關，戰6將，唔過出沙飛，還係強用暗算，用乜暗算啊？等一下再嚟繼續來講了。因為有按人感觸就很痛，非常的痛，悶悶的。後來我就有啲想去偏手，偏手又偏手唔出來，偏手唔出來後我又等又衝去偏手，就硬在我偏手裡面，後來就尿出來，尿嘅血尿，嘿，我就動到火龍果啦。冇嘅用是冇火龍果，我就馬上就手機嘅 Google，過來啊，急性嘅尿泡尿。哇，急性嘅尿泡尿。
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嗰嘅節目現場嚇，家講到在特殊時節度過嘅賽事，出社會過後，唔敢係強弱顏賽咧阿志怡。有你看特殊嘅時就非常嘅澎湃，故說出社會一定更加澎湃。因為我印象最藝術嘅翕嘅台北高速嘅時，有一擺係翕嘅夜戲，就係親暗嘅樣子。嗰樣子我翕嘅時節，因為你一開始多嘅片，我一開始化妝啊，晚上化，所以等戲嘛。所以等嘅時就感覺很做得哦，後來肚子有啲會痛誒，因為嗰樣時因為我要去嘅台北高速，還會比嘅鬧熱大擂台，還會主持嘅下尾飛嘅發通，係嗰樣時3件事情就有啲冒汗，後來吼。到那個肚子痛嗰邊，好，跟住就等戲嘅時間就有啲肚子痛咧，因為有按人感受就很痛，非常的痛，悶悶的。後來我就有啲想去偏手，偏手又偏手唔出來，偏手唔出來，我又等又衝去偏手，就硬走偏手，你明？後來就尿出來，係尿嘅血尿，嘿，我就動到火龍果了啦。冇嗰樣是冇火龍果，我就馬上就手機嘅 Google 過來啊。擺台咧一定係用嘅急性嘅尿泡尿，哇！急性嘅尿泡尿，急性嘅，係嗰陣時就想用架生，嗌咩唔敢老人講，嗰陣時係蠻翕到嗌哦，好，嗌就真嘅嗌就軟嗌，咩冇事，看奶軟係真嘅軟等，嗌就軟等就等就翕睇了好清，嗰陣時翕得。可能已經1-2點咧，嗰樣時半夜1-2點，咩冇醫生啊，嗰樣時我就好翕睇就做得，因為我就想睇擺翕片嘅嘛，咩拍片咩唔想去本人有啲困擾，咩想去好嘅表現，好嘅有一隻機會，嗰樣時就看耐啦。真件當辛苦呢，吼！不過坦白駕駛拄到呢種衝呢種問題，真件實去看醫生。真件嗰我原來哦，真件。我原到天公嘅就去看。真件你唔好嘅方法。佢先生就講非常嚴重，係就講喊伊咪冇按用。真件冇按嘅，不過聽講吼，你唔係行下水事情，有人按到水梅湯炎、蘇巴成，就按到腐蝕炎啊。唔係，嗰陣嘢阿傻眼，冇人講你做朋友啦。唔係冇人講，我係喺蘇巴城啊，唔過我切架係切到油條嘅當中怪，比如講我去請阿表子油嘛，我去送佢偏數啊，我一坐下來，我真係馬桶就別踢，係別踢吧，我想講錯也唔錯，我按車我要別踢咯，喺我就出來，我就同阿志講有件事情，我就看電視嘅，電視係傾，天是用快鐵咧，我知道，應該係我較無了解入邊天是頻率，係因為太亮美，嗰種牙只要含嘅物業來處理。佢想講嚇，牙只應該知道我係用嘅水銀音樂啊，太水哦，係要冇人係冇，係要，就係比如講我係同我朋友聽嘅茶單叫做粗茶，而去到現場嘅就講，其他茶都冇滿分，就我同佢聽嘅機票滿分，係太滿分。真嘅係問題係冇，係要溝到朋友。我去吉卜卡，因為佢講吉卜卡冇嘢講，係我去到吉卜卡食東西，嘢講就出來，我要注意了。咁係我，呢個就係你嘅問題啊，冇辦法。講咩阿妹啦？學緊係講咩咧？就係我有一晚我打電話俾我朋友，我一聽到一接起來就聽到佢台器材，然後掛夾嘅掛踢，還有佢打咗來本來佢講，打電話本來嘅樣事，警察已經很愛告佢嘅，係我問題，我開機，好，跟我講嘅意見。證明係要，就係我先講，這就我試茶做咩做唔得器材哦，做唔得。我就有一擺同嘅同事聚餐，佢就設咧一些咧酒嘅器材做誒，故所我就拜拜，見啦另一天，拜拜。還有我就看到，後邊有個警察菜呢，唔知佢要停機冇？唔會。結果。就老佢做起來嘅，就老佢做起來，嗱係神算係冇？咩？你咩神算？
唔得係冇攞嚟共同度化，你冇得喺個我講藝工花哦。你阿種哦，就按到皇帝在，本人講到就見水，愛吃到咁輕愛，係就係你五十百年。 200年哈。哦，除咗阿爺冇啲嘅水梅湯圓以外，知道人順康還有哪種嘅咩水梅湯圓嘅代表呢？要嗌只朋友真係清水，比嗌行下水，比阿姨唔會行下水。愛唔係清強嘅啦。誒，因為嗰隻朋友咩係啲戲劇學院嘅，冇幾係學嘅特技嘅，佢嘅主修就係高空特技。嗰陣時因為佢咩係國小就入去讀，嗰時候佢嘅功夫係真好，一隻細妹人，正嘅細妹人功夫真好。嗰陣時佢就係太好嘅時，因為畢業之中就會畢業嘅演出，誒你演出以前會有彩演，就是彩排演出。嗰陣時彩演嘅時間呢，佢就練習，唔好嗰陣時係規劃講，我畫面好看，嗰時候就冇變嘅安全嘅地點。啊哦啦，係唔好嘅示範，真係唔好。係嚇唔好，唔過佢哋對佢哋自家真有信心嘛，因為練習千頭百都冇失誤，彩演嗰陣時啊就跌下來，指甲跌下來，千高嘅地方跌下來，嘿，後來佢就跌下來，還有佢嘅骨盆直接就是碎掉。骨折啊！這種的表演呢？這種嚟佢就放到聽來骨盆哦，骨盆這邊嘿就碎掉，後來救護車就來嘛，就帶佢去醫院。後來呢，佢就冇辦法表演嘛，就休養啊，還有復健啊，復健了後呢，出來了後，佢做得上班咧，佢就冇做高空了，就去上班，上班佢就騎個奧多拜，這樣好我騎奧多拜了後，又本人衝到咧，樹有團體，又係血困，有血困，真係清水。後來行下水，有一擺佢跨年嘅樣子，因為你跨年就會慶祝嘛，就會有係佢慶讚年，我食酒慶祝跨年，一定要食酒嘛，食酒了後呢，出個門口夾個奧多拜，夾個朋友講，你做得停下順風地位冇，差唔多3-4鋪，我嗰陣時佢有4地位酒咧，佢就將個奧多拜發動了，發動了後佢就騎上去就用個腳。用腳行啦，用腳行，冇騎啊，就用腳行。後來呢，就有警察看到，就過來，佢就講：你酒駕哦！佢就講：冇啊，我冇騎啊。佢講：冇你，犯同手犯同咧，又行咧，手酸，還再去做個筆錄呢。真嘅，我想佢應該係基本嘅大頭命。真嘅，那係叫來就會贏嘅。係咪？用眼鏡就會好朋友啊！跟你講哦，跟你順康咁要按水嘅朋友呢？有藝嘅朋友非常嘅帥，老奇強係咩非常嘅帥，應該講啦。佢就係說吧，就2號。真勁比。你相符係冇？有一點，當然有點窮男，有點窮男。冇啦，其實藝老奇出櫃，T拜出櫃哦，藝接上平常時自家出櫃都冇問題。老奇出櫃就有問題，乜嘢問題呢？有一擺人出來叫他去搖珠。冇想到啊，佢辦機吼上5點咧，時間滿分，因就灣南北京，灣南北京就算咧哦，好，結果呢，灣南北京還待在一個棟爛的飯店嘛，棟多事情按樣，好算咧，好不容易因田公面呢，總算做得到搖珠咧，好到搖珠以後呢，又發生棟多事情，乜嘢事情？因為大家都提講，因幾條名人吼。之外騙人出嚟搖珠嘛，佢就本人騙咧，騙到5000塊嘅台幣。啊，咁多！你啊，我唔知嘅上馬嘅就翕相聽聽啦。我說我嘅就唔知上馬嘅，按樣就算咧，總算可以賺到台灣咧。要5點咧，佢辦機要5分咧，要1 night in 北京。嗰個 2 night in 北京。2 night in 北京，啊，就是老奇強下自己嘅動算唔掂嘛，按樣就算，總算都喺台灣了。哇，看嘅行李啊、包袱嘅啊、拿到嘅啊。啲保護嘅就全部唔見睇，就遺失係冇？遺失全部啲總櫃嘅啲轉機都動用，伊唔見睇，機出嘅唔見睇咧。韓國佢又冇報保險，我所以就知道老奇強他真係動衰嘅。伊冇報嘅旅平險。冇，就全部唔見睇咧。係啊。3 nights in 北京咧。哦，嗰時我提醒大家，出國去了，聽說要報嘅旅遊平安險，尤其係行李嘅部分。嘅阿爺妹，你順康更有按水準嘅朋友。你要嗌要做太學朋友。邊行得水？唔係嗌，就係開開揀啲沙團友嘛，佢揀一個下台式嘅書法社，佢去擺就幫佢咧，好，跟住選歌嘛，有些人去戲劇沙團，好，去擺就幫佢咧，好。
好，佢冇喺教我。睇咩遊戲啊？嗌冇同冇中用哦，冇好菜哦，係要學佢冇喺教你沙盤咧，佢去打嘅人呢地度嘅排球啊四排嗰啲大排球，好，又係唔係講一起擺就問題係。唔是嘢啦，超唔拉人啊！咩唔是大，又係佢學生時節，結果佢出沙飛有冇潛條路，佢去到哪就動到人愛吃條路，佢去到一隻公司100年嘅公司哦，一去短時間變做小型企業、小企業吧。係，嗰時候佢去到哪，你看。係咩？真件係收把聲，跟住喊俾老家嘅行場寫出來，你這樣做就老一片面聽。咩有可能係咩一演出以來就係因為佢停定義。啊，有可能。嘿，結果佢當我幾時間衰？係啊。呢個阿銀飛機嘅全部開眼，唔係啊，唔係。阿小鳳咯，有啊，像係同學咪嗬，就同班的哦，啲同學，入邊人做表演，佢有一擺紅牙蟲。佢滿咧捧那位面嘛，捧嘅木竹皮啲嘛，從而咧長真演用嘅，係結果今日你愛做表演要屈裝，然後要屈個木竹皮，跟長真演，根本滿咧捧唔到個人屈唔掂嘛，結果咧好多新竹表演，新竹最出名嘅嘛個叫江鳳，跟住鳳動態唔掂嘛，跟住主辦單位做嘅雞酒啊，佢就用嘅一份雞酒叫鳳動態。佢數號拿定，然後叫馮毅出來，佢就上來就對佢自己演出的包包規份的雞酒，咩？個雞酒背都還有一些拋路線哦，按你背啊過去咩吼，佢當紅雞酒沒有灑出來，就按到用空中按你背過去，規份的包包嚟倒落去，倒撲落去，然後佢可能給他演出的東西就傻眼，結果。後擺失敗㗎，係咪啊？因為你做表演，滾嘢啲腦袋冇法度，嘅片檔就放喺嘅架子上面。好，然後我們都習慣豎拿片檔，主菜會放在那個蓋上面。佢夾嘅雞腿叫馮毅來，佢為了保護那個雞腿，佢一塊就按着這邊，然後夾片檔就往那邊。哎，用按水哦！你很忙哦，對啊，最後結束家下頭前面有講嘅有雞酒嘅那個演出包包。睇下聽出數東西，其他嘅包包咪好，啲戶外咪冇地方好掛，看到火柴，嘅火柴後背唔係話有夾位，他就把包包掛喺上面，東西輸好轉來，咪好火柴唔見咗，咩唔知試到哪去？嘅火柴係家下人家搭棚嘅功能，佢棚嘅擦嘅踩就死咗，嘅包包咪冇睇啦，嘅櫃台踩就冇睇，嘅老師講翻係動神氣，去找啊，腳筋。一踩就唔記得用嘅錢。大家講到這個按水嘅事情，唔講嘅人生當中唔單止有水事，還有幸運嘅事情，到底會發生乜嘅幸運嘅事情？你下一段節目再來繼續來講了。大會評審用水台嘅上任講，榮獲第6屆海峽兩岸電視主持新人大賽1等獎，來自台灣代表隊。張博謙哦，挨班千冇好笑哦，挨老挨貴聲應該冇只哦，哪來叫呢？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嗬，家講到做嘅賽事就太多，賽事就太簡單，到底亞洲嘅人生當中冇好事情嘅係冇啊？歡迎一下好事，本來心情較好一些，好冇？阿志怡，一定有嘅，因為可能真嘅冇嘅話，就真嘅挺慘嘅吼。就我過少嘅時間，就去比賽嘅客語歌謠競賽，嗰種時好衰咧，用白講，我就重感冒，因為嗰陣時已經比到去決賽，全國嘅台灣嘅決賽，我咪講冇辦法，重感冒行去比啊，後來韓慶運又得到第4名。雖然嗰陣時我因為得到第4名，叫到清慘，因為我想去第1名吼，吼，唔過韓到得啦。都有個名字就知道，董慶運。係啦，韓慶運係天意嘅幸運嘅事情，係嗰陣時我以前做天台嘅企劃係穩定嘅條路嘛，嗰時候就有穩定嘅樹蔭，嗰陣時我就離開嘅企劃穩定嘅樹蔭，我就想好離開啊，因為嗰陣時幾歲咩冇聽到，嗰時候有啲月光族啦，嗰陣時我就直接去離行，我就冇想講我要幾多錢，我就直接去日本教睇了後轉來，我嘅戶頭存下100塊。
勇敢噻，勇敢噻，我咩唔敢留，我嘅不看人講啊，講佢哋笑啊，都係想勇敢噻，我冇錢食飯嚟啊。嘟好2日了後，就你打電話過來講，是有隻發通你嘅夾麼？我就想好啊，我就夾吧，好，我就賺到錢了，好幾個禮拜我就有東西，我就有錢食飯嘞，錢很遠吼，好，不錯，冇錢嘅世界，錢就自己來錢。冇唔我錯，眼錯又係落線啊，咩係要？冇啦，沒算係幸運的，假使冇幸運，你就真經會遊戲耶流落街頭。真嘅，幾理解哦？我嘅較幸運呐，其實我最幸運嘅代表，因為呢，我做我最幸運嘅事情就係出道2018世界踢球比嘅比賽門票。你話真經當幸運啊！啲嘅門票，老太太講下，你話門票當廟路行賣有黃牛票，即種9萬、10萬都有人賣。真係9萬、10萬按樣賣。嗰時候我說，我因為出道咁樣唔掂，我就說當幸運唔掂喎。雖然出道還係愛錢，不過聽說我來去看啊，因為4年100天嘛。不過啊，最幸運就係呢，我出道嘅唔係按樣賣嘅幾強比賽按樣係。4強比賽，嗰時候嚟講我係當幸運嘅人，懂唔該，就讀到家下叫下去，莫斯科幾十年。冇唔錯，就烏雞嚟，我那in北京個幾按樣。我出題啦，幸運事情，張百強，應該人生真經當幸運吼。係真緊，因為吼，我今年哦，唔係按到中百強，我按到運百強，因為我幸運啊，所以我幸運嘅事情當然動到啊。像係提呢個幸運嘅事情係到我國中嘅時節啊，我國中讀金華國中哦，已經動到哦。雖然已經動到，我唔係水染到啊，我甚至唔係水好啊，我認識已唔係動到啊。不過吼，我就禮拜哦，國中2年級嘅時間，我係選優良學生哦，已經動到一個年限哦，就1000人殺，1000多個人按用。一個年級有1000人殺嘅學生啊。到高中我宣布結果概念咯。高中到朝會全副好高嘅人面前我講最高票係張伯謙哦，我聽到會死哦，直接操場跑10圈。應該幸運嘅事情係我去台了哦，我參加電視主持新人大賽哦，該年哦更多了，因為上萬個人哦，嘿，過關斬將哦，到總決賽概念。哦，我談到哦，會公布最後嘅名次啦，結果哦，第3名係馬上，第2名係馬上啊，我感覺。因為係音都唔攞。唔好，我感覺，唉，冇機會啦，我會轉去台灣嚟，我會搭飛機咁樣。結果呢，大會評審用最大嘅上任講，榮獲第6屆海峽兩岸電視主持新人大賽1等獎。來自台灣代表隊張伯謙哦，我完全冇好笑哦，我讓我規身應該冇只有拿來叫呢。台灣職工，真嘅。該係我提呢排我看到當多嘅美光燈咔嚓，全係翕我嘅，我長啲哦。原來我係提呢個打破大會紀錄，係台灣人哦得到挑獎嘅記錄哦，優秀，很久幸運嘅事情，是係因為我嘅下位唔係正經凍殘啦，正經吼就可以是凍殘，總得糖啦。唔過呢，我當幸運做得錯能倆，到大家強下落6硬，所以我咁樣當幸運啊，除了6硬之外，還做得認識凍多嘅好朋友，所以。倆嘅好朋友，倆到馬個人，全係比倆到倆兩三嘅事情，很好幸運嘅事情。很會講啊！會叫嚟講到眼真件會叫，其實大家都知吼，百強真件同認真對一開始嘅合法真件，大家都在轉去看一下頭牌，真件談唔得。唔過你下佢真件。哦，動厲害，夾夾滾呢！真件動厲害哈！唔過你下問大家講到基本講到按到係賽事啊、好事，你都係要相信那個人命嘅事情哦。唔知道自家到底係幸運嘅人冇？阿志怡，
其實我挺相信命運呢件事情。先頭嘅朋友就講啊，我太盤衰嘅事情就是個神法當空，從我做事啊，係呢做嘅好教嘅事都非常嘅強。古時我係老人有關係，因為有關係，因為我可能做嘅神法當空冇按生意，古時將會發生較衰嘅事情。不過有啲事可能做事啊嘅時間，有啲退路啊，可能。一次做到較衰、較唔好嘅事情，就講你用要按又行，我嘅人生用我按慘無。不過向來講冇要緊，有人比我更較慘，就是加油加油。也覺得正面想法，遇到唔好的事情就本錢哦，冇相關。你下擺可以練習，下擺喊啊好，希望你可以繼續保持這種正面能量。尋夢吼，給你家咧。其實我人生係同幸運嘅，無論係屋企人啊，還有朋友啊，嗰啲朋友啊，其實我啲人生當中，其實算係同幸運嘅一族啦。唔講我知道我同相信命運，更加相信設計，我知道也係一種吸引力法則。迄個人設計知道呢，設計都會同幸運啊，各位同歡喜嘅法，而設計呢，吃年呢，天天嘅好運就會來到成功咧。真嘅，人講係好運，唔係錢嘅事，嘅努力嘅人，係錢有相信他的人。比如說你相信運命，命運就自家會來錢，嘅阿人冇啦。我知道我喺中間值啊，唔可以講太衰咩，唔可以講動幸運啊。咩衰咯？唔係，我知道衰老幸運真嘅係心態，可能自家用嚟想。比如講哈，我自家因為我24、25歲嘅時間，嗰樣是我屋企人就不平嘅嘛。嗰時候嗰樣是我拄好做一陣我同好嘅條路，如果嗰樣是因為屋企人不平，我就會轉去嘅。嗰時候我還好想講，唔可以講衰嘿。我知道個，假使講我較早以前，學生時代讀到我屋企人不平啊，可能冇辦法心甘情願去照顧我屋企人。假使講後尾結婚有生意咧，我又會無干無勢。嗰時候我知道吼，假使講真嘅一天不平，我知道夜段時間度好啦。嗰時候我知道幸運老衰真嘅係看自家用嘅想，看自家用嘅想啊。嘅小鳳咯，我要知道我同幸運啦，就講。因為細時節挺調皮嘅，哈，古時候本身上送到戲劇學院，結果安尼讀起來，雖然辛苦，唔過滿滿的回憶嘛，係咪？再唔係講挺順勢啊，安尼醫生演係咪？哈，打拍行就回憶不到，一片空白。古時候我知道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八強，你知道駕駛本應該轉去體驗頭擺嗰度帥師，你上去過體驗一擺。我感覺哈，過去嘅經歷哈，過去的經歷哈，全係未來嘅養分啦，全係未來嘅養分啦。他係老話一句啦，不趙峰哥講走了，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因為吼，假使習慣多轉長老一擺，吼冇聽錯，還會好慘啊，係冇？真嘅，還會好慘吼，因為大家都講到按到帥事啊，好事，嗱觀眾朋友講下，你人生當中聽錯有高有低，有好事情，沒有帥事情，唔過莫想按到，像咖喱家講的吸引力法則，你想得好，你嘅好運自然來潛咯，希望大家沒有好運旺旺來嘅一年了。下禮拜同一時間，聽眾愛來實況，後上太上谷，要把大家。